如果我同你介紹小譚山莊，我淨係識得講佢用 Artlinia 嘅櫥櫃、Miele 嘅電器，包括洗碗機，未免太 low 啦。真正嘅奢華藏在細節裏。一般住宅起樓只會用300至到356度嘅石屎，呢度嘅發展商長江企業用咗起橋、起輕軌嘅標準556度嘅石屎嚟起呢座大廈，過程冇用過一塊磚頭。而556度嘅石屎，除咗貴之外，佢嘅主要作用就係可以抵禦到7.5級嘅地震。客廳兩邊嘅門媲美飛機趟門，可以隔絕噪音。特製嘅玻璃除咗可以提高私隱度，亦都可以降低室內嘅溫度，更加可以抵禦15級颱風。我哋睇下水標旁，每5層就有一組喺港口級別嘅水壓裝置。藍色呢一組用嚟確保每層住宅都可以做到5.8個巴嘅水壓，而其中一組只不過喺後備。紅色呢個排氣系統用嚟消除水嘅噪音。一般住宅只有220伏電，因為我哋行圖巴，所以可以做到380伏。呢一組裝置好貴，喺澳門冇人捨得用㗎。一般住宅都只有1個食水缸，每季清洗嘅時候都會被通知停水，而我哋呢度做咗2個，即使清洗都可以確保業主正常用水。真正嘅奢華唔係金碧輝煌或者閃閃發光嘅大 logo， 而係低調到你唔刻意去睇，察覺唔到，接近隱藏同埋透明，但可以令你生活質素體驗提高嘅安全感。發展商喺唔同位置都用咗更高成本去做後備，唔允許有一刻暫停服務，仲有好多細節位、軟服務、獨一無二嘅會所，我未數。讓我睇樓，同你一一發掘，一一細數。我係中原地產 Carmen，Thank you。